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顶礼拜高雄游行大饼场停韩罢韩，民众拢总有哦。不过咱看到韩国瑜顶赢之后开记者会，讲罢韩这个游行呢，就亲像红卫兵共款哦，那个韩国瑜咧霸凌，到底是不是霸凌呢？等下好好来讨论一下。咱讲到总统立委选举哦，只剩10几外天啦吼，大家议题是拍来拍去，不过咱嘛看讲哦，过去一个月哦，侪国民党的这个头人少年耍对女性族群的这个言论哦，亲像张善政哦，讲蔡英文总统无结婚、无生过囡仔，未当体会做爸母的心声哦。另外，咱看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讲蔡英文总统是衰尾这女性，嘛引发着对女性歧视这风波。言语顶的这个宣泄，是毋是嘛是另外一种霸凌呢？咱就要来查讲哦，这个看讲这个总统区域甲部分区立委的选情，是毋是拢会受到这个言论的影响？咱就来看讲上新的民调。带大家先做伙来看，咱讲到蔡英文甲赖清德这两个组合哦，46.8%是领先的这个部分。不过咧，韩国瑜张善政则是剩哦14.4%，另外咧7.6%是支持亲民党宋楚瑜家，这个无表态甲这个拢无支持，有差不多是3成啦吼。但是咱都要好好来检讨讲哦，这个政党票和区域立委的这个支持度咧，是毋是国民党已经交输给民进党啊？是愈差愈远。咱继续来讲哦，这个部分区立委要投票有32.1%会投予民进党，敢若是20.4%是投予国民党哦。区立委这个投票36.1%会投票予民进党立委候选人，20.8%投予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咱讲到支持度，民进党是创新高，这个对。规个这个选情啊，是讲选举的是，这规碗拢总互这个民进党放弃啊，对国民党的影响到底是啥？尤其哦，咱讲这个国民党这个头人强在咧失言啊吼，也是讲假讲话，也是讲讲唔对话，拢互这个政党的支持度是创下新低。咱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伫叫总统蔡英文是衰尾的查某了后，并无道歉，搁伫面册顶悬批评蔡英文带衰台湾。台湾伫伊的执政之下已经衰微，必须要振作。针对这点，前主席洪秀柱是表达支持，认为只要小可修改就无问题。国民党中常委陈鸿伦嘛出面解围，认为只要改做衰尾总统，就会较适当。主席啊，只要把那个造句稍微改一下哈，你们直接这样讲，好像人家会觉得对他有一些争议啊。其实这个总统真的叫衰尾嘞，把这个国家带了真有够衰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是衰尾总统，说他衰尾文啊，那么就是造句重新改一下，调整一下就好了。吴敦义针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失言风波，毋是头一届。去年11月替韩国瑜辅选，讲到走路工事件，伊讲大无知，洪质疑是咧暗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国政国文团总调张善政，今年8月伫面册直播讲国政议题。韩国瑜伫讲到青年政策的时阵，对人才流失有伊家己的看法。伊讲红红拢飞走啊，刷入来一大堆的假。这个言论随后家己的国政社会福利组总调彭延教授纠正。对，佛教授这边讲，人才要是一直不停的流出去，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这会形成一个问题。凤凰都飞走了。进来一大堆鸡，这也是个大问题。不要这样讲啦！我知道，我开玩笑。不可以歧视啦，劳动力也是人。国民党伫少年族群的支持度排伫上尾，韩国瑜吴敦义针对女性的失言风波一波接一波，对着急要争取少年选票的国民党来讲是遐差天花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咱的这选情哦。节目顶咱先邀请到这一来宾，第一位是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大家好，大家平安。第二位咱邀请到东吴大学铁学系教授陈耀华。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碧中。大家好，真欢喜来到这节目。是哦，咱讲哦，这个政治人物哦，这个言语顶的这个宣泄啦吼，敢是一种霸凌啦吼。尤其咱嘛咧讲吼，这个过去啦吼，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头人对这个女性这个言论哦，有人讲吼是口舌啦吼，但是嘛引发着女性这个风波啦吼，这个歧视这个风波。咱先来邀请到咱的宪宏兄啦吼，就是讲这款这个状况啦吼，对这个选情是毋是嘛是真正有影响咧？全世界拢是安尼吼。全世界若准即个政治上
对女性无礼貌，吼，拢会大扣分。啊，有个人嘛是因为安尼吼，等于选袂掉。是。啊，这伫台湾吼，咱民主的过程应该是解除戒严以后到今吼，咱超30年的时间算真少年啦。是。啊，所以咱政治人物也咧学习，学习讲你民主吼的过程内底，你的伦理是啥？啊，所以咱的伦理，咱的政治伦理确实不足啦，吼。啊，咱的政治人物会有安尼的情形吼，可能嘛是等于是。台湾这总体性吼，整体性咱都要去理解。啊，当然台湾嘛真进步啦吼，咱有女性的总统。是。吼，啊，女性的总统，我过去我捌讲过啦。我讲吼，对话习近平吼，爱对台湾较小心咧。是。因为伊若对台湾真无客气的时，全世界理解你是侮辱理性。吼，所以当然真。感觉真危险啦吼，就是咱的政治人物有当时讲话吼，对女性有当时伤过无礼貌吼，这就失去咱过去吼，咧历史上咧讲的是叫做骑士精神，是，就是讲减少掉你做一个查某人吼，你应该伫这个对女性应该爱一定的礼貌吼，啊，这有的人就讲啊，两性毋是平等啊，所以咱。安那对男性，咱有当时安尼对女性吼，但这毋是世界吼进步的想法。这世界进步的想法就是 lady first。lady first。啊，你若无 lady first， 你伫你的行为内底无做到。啊，你认为讲，我即马女性当然权力嘛足大啦吼，因为已经做总统啊，个咱话有真侪啊国家的大代志嘛，拢是女性吼来决定。啊，这嘛毋是干那第一轮呢。这毋是跟他民进党啊，国民党敢毋是原来就是安尼吼。啊，黄秀条伊最近即个伊当然是某一个程度，因为呢男性吼加真粗鲁，所以伊才变做讲都爱让哦。我对黄秀条伊的讲法吼，有时我感觉讲较存疑啊吼。就是讲较可怜啦。我讲伊伫安尼的情形下，佫倒爱替遮个讲无礼貌的话的男性，佫来替因讲者，啊顺刷伊的话内底，我嘛感觉对伊，伊改变啦。啊改变完以后，伊无想到安尼的改变，要变做女性对女性有哪伤过无礼貌。是。啊，即款情形就变做吼，伫咱对社会学内底咧关心的是，咱会讲安尼啦。弱者中间互相伤害，这是规个人权内底咱所上无爱看到。是弱者与弱者之间互相加害，就是弱者对弱者加害，迄就变做感觉看起来，感觉讲这咱今仔现在要谈这个问题，上中心吼，咱要关心的问题是啥？人权。人权是。啊，人权内底佫有对女性，咱应该特别客气。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咱上节目啦，拄到迄个无共党的吼，无共想法的即个女性，歹叫的时吼，咱毋都要忍耐呢。即个忍耐其实是足必要的。是。吼啊，所以今日毋是因为讲迄个民进党的女性受到，吼，即个我感觉无礼貌吼。安尼，我是较袂用歧视吼，安尼来讲啦，我是认为讲这真无礼貌，但是真无礼貌已经真严重啦，吼是真严重啊，所以我当然希望吴主席吼，因遮讲遮的话人应该爱做一寡改变啦，吼啊无。台湾的政治发展啊，到今仔日变做家己你无礼貌，我无礼貌的是，这毋是民主咱想要看到。是，所以这个无礼貌这个言语啦，咱讲宣泄也好啦吼，是毋是会影响到不管是这个总统这个选情，还是讲规个国民党吼立委，还是讲国民这个立委不分区等等，拢会受到影响咧。当然这大家嘛，是你安想就好啦。你若总感觉处理，你感觉讲对，不管是倒一党对倒一党吼，你若感觉讲你安尼讲吼。你无问题是，你等于厝诶讲看卖。你对恁妈妈、对恁姊妹、对恁厝诶女性，啊，你讲看卖。你感觉若安尼讲，你讲这就是恁厝诶吼，一个文化诶是吼，这咱当然是感觉讲，这真为遗憾吼，有遗憾。
但是你若感觉讲你对厝的袂安尼讲的时，你出来都唔通安尼讲。是。我提供的标准真简单，就是讲你安怎对恁厝的女性，是。你会用什么态度讲？对太太会安尼讲？啊，若感觉安尼唔好的时，老实讲要批评民进党这执政党吼，你有真济，你要吼，你要讲的话吼，抑搁真济，抑有700句内底吼，你抑搁有99句通选。是。啊，会当莫选一句。我是甲安尼讲呀，是哦，啊，当然，家己拢足聪明啦，咱的政治人物家己聪明甲安尼吼，知影咱咧讲啥。啊，这有这点，就等于是讲咱对这个台湾吼，因为你在批评来批评去的过程内底，你有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你参政，你应该有的风度，是，甲伦理。所以有的人讲啊，我讲这是言论自由啊。是。但你有想过，你这个言论自由内底有伦理无？你这个伦理你有顾到无？是。啊，若准你无顾到，我是认为讲，安尼你参政吼，小可爱搁爱学习啦。哦，我袂当讲你安尼，咱就选民阮鼓励讲，甲你淘汰啊，然后讲咱做一寡这对你的迄个不利的动作。但是这都爱家己想着啦。莫等啊人来甲你吼。讲叫你爱甲你教死，安尼吼，咱都唔啊，甲你讲当然是，无讲真好来讲，但是嘛无别个想法。咱今仔要评论你的是，都是希望你变好，唔是希望你倒，是，对无？有影啦。咱今仔要批评你这个物件，唔是讲哦，徛伫一个立场，希望你变好。啊，你若总有听到，啊，你若改善，吼，你若做了好，啊。龙柱回头啊，你共款的意思嘛吼，咱嘛会甲你肯定嘛。是，所以唔能干那是讲这个选举语言爱伫遐烧呛啊吼，对着这个人啦吼，这个言论头顶吼，嘛是爱有准则啦吼。咱都看讲，其实哦，这个政党票也是讲不分区这立委这个选情吼，自这个民调这数字来看吼，已经嘛有看到这个影响啊吼。咱现在看到这个民进党啦吼，头拄咱嘛讲到是32.1%。中国国民党才来20.4%哦，这个争差是愈来愈侪啊。台湾民众党才个8.4%，7.2%是时代力量啦吼。亲民党才4.6%，其他政党6.3%哦。这个也无明确回答哦，是21.0%啦吼。就是讲这是立委选战啦吼，上新的这个民调是安尼来定见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陈教授啦。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国民党伫咧言语头顶这个宣泄啦吼，但是咧这个是一种霸凌吼。不过韩国瑜这个镇赢者嘛，伊嘛讲吼，这个亲像罢韩这个行动啦吼，这个人咧游行吼，甲这个韩国瑜的这个相吼，伊涂骹伫遐打，是讲甲伊伪装啦吼，甲伊变装，较歹这个丑化这个形象啦吼，嘛是另外一种霸凌咧。韩国瑜镇赢呢，甲批评，敢有伊这个道理存在咧？我可能要搁针对对我杨先生讲的迄，伊讲可能是无尊重，毋过我无同意吼。我感觉这个是一种歧视啊。其实因为伊针对的就是讲查某妇女的身材外貌，伊的婚姻有生囡仔无伊是安怎伫迄政坛吼，就讲迄代税是做封建的做父权的一种讲法。吼，就古早时代就是讲用这个代税这个名词吼，甲查某囡仔对迄个公共的领域，甲伊塞入去讲袂使去决定国家的代志吼，所以伊是拢针对迄个真济女性要出头，要想要伊的事业要想要有一款作为伊怎讲出这个代税互大家吼唔敢搁伫咧公共的空间内底。去发展伊的资源，我感觉这是上歹的一件代志。就讲你想看卖伫迄咱的乡镇市场，乡镇市的选举内底，敢有15%的女性会使选调，好，所以迄女性伫咧公共空间已经是足细啊。好，你用这款话来讲的时阵，我感觉是针对全台湾的女性，伊也真正有一个志业吼。我感觉伊是真歹的示范。这就是讲因我感觉因迄个国民党也未真正知影伊家己的问题，吼，伊真需要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讲是安怎这个女性伊做政治人物拢无结婚。所以那安尼，迄是咱的政治是毋是
文化有问题啊，是毋是咱的咱怎拍拼40年的妇女运动啊？咱到今仔日就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啊？为什么伊会对这个进步的代志拢无影响？吼，啊，佮互即款思想啊，佮继续伫迄咱台湾伫遐咧讲吼。所以我感觉迄罢韩有一部分的人一定会感觉讲吼，我也做一个查某囡仔，我也是做一个女性，我即摆也有一个迄个志愿，我想要发展吼。啊，我吼即款话讲落，我是毋是后摆我也做啥物代志，大家拢要怪女性牵拖讲拢是女性的责任，我感觉这是真歹的示范。这个投入去公领域，然后这个女性才奉献真济，然后唔通阁用这个言论来做歧视，然后咱就先阁带大家来看讲政治人物，唔那干咱国民党有这个性别这个歧视这个言论，然后咱看到济，咱有统计出来，然后咱看到先带大家看讲过去哦，伫咧这个韩国瑜要参选的时阵，伊嘛讲到红拢飞走啊，莫阁入来一大堆假啦吼。那另外咧，这个同款是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咱头先嘛讲到，无结婚过啦吼，无生过囡仔，唔捌到这个父母的这个心情。另外咧，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党主席吴敦义哦，伊嘛讲到这个衰尾这个部分，咱头先嘛有讨论。啊，进前佫讲到这个就是讲单局啦吼，咱局子啊，伊较这个肥卒卒，亲像这个查某的这个猪啦吼。咱另外看到瓜文迪市长啦吼，伊讲台湾有一寡女性是无伪装啊，直接来上街头咯，是真吓惊人的啦吼。啊，讲还未结婚的这个老查某咧，是国家的这个危机哦。啊，过去嘛是针对着局子啊，嘛是讲伊肥卒卒啦吼，等等的吼，也是讲伊较肥的这个韩国族，遮的这个话咯，拢互这个女性听了较无这个。较无好啦吼。另外，咱看到中国国民党不分区候选人谢龙介咧，伊讲哦，查某人邮票会当邮到这个客厅这个房间内啦吼。啊，毋过咱佫看到这个中国国民党苗栗县的这个县长啦吼，徐耀昌哦，伊是讲台湾啊推动这个同志的观光哦，可能变成是艾滋病这个岛啦吼。另外咧，咱看到新东部区立委哦候选人区家咧，伊是讲哦，伊非常疼惜女性，除了吼。无亲像查某的这个女性像单局蔡英文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民进党，这嘛是共款，郭建明，伊是讲时代力量这立委参选人候选人哦，高玉婷哦，伊讲伊家己比作是心地的林志玲，啊，的确的这个安心亚，甲这个选举哦，当作是选美这个运动啦吼。继续咱佫请教陈教授啦吼，毋那是敢咱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有，然后其他嘛是有即款这个言论出现啦吼。伊就是这就是咱台湾的一种政治文化吼，真需要加强性别的意识吼。阮迄个女学会有一个最近出版一本册吼，伊就是发现讲伫个政坛内底吼有4个方法吼，甲女性甲伊拍转去私领域，袂使伫迄政治内底继续的存在。伊第一点就是讲去女性化，吼，甲迄女性甲伊去女性化，讲哦伊无够女性，啊即马无就是甲它超女性化，讲伊小女性，啊无甲少女化，就是讲伊上幼稚，吼，啊无就甲它老女人化，就是讲吼伊无化妆还是安怎，吼伊就是用即款方法，吼查某人的自信，吼都较无自信，都唔敢讲徛伫个公众的舞台上面去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言论吼已经是。伫个重复迄个刻板印象，啊，这个刻板印象对迄女性参政吼做无好的影响，吼，所以你也无符合迄个父权文化的迄个框架，伊就讲你就无适合，啊，你即摆你也结婚，伊就讲你哪会无咧顾厝，啊，即摆你也你也讲有囡仔，伊就讲你对你毋是好妈妈，啊，你也毋是好新妇，吼，啊，你也想迄个有创意，就讲你无守规矩。吼，你无论你做啥物，伊都是想要无互你伫个公众的代志吼，有一个家己的发展啦。是，所以伫个选举期间，咱要阁请教咱的曾教授啦吼，咱来看起来，这个是毋是讲两党啦吼，拢有这个性别歧视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像一直咧扣分，还是讲是嫌票伤济呢？是然，咱大拢是通讨厌啦吼。其实唔若是选举时啦，咱平常时生活伫学校咧读册，大家都甲咱讲唔通失言吼。但是是毋是誓言，爱去看伊的经证啦。伊讲话语气，还是前后的文本啦吼。比如讲，有的誓言是绝对是侮辱的。头拄啊，咱资料的新闻画面有讲到哦，迄个吴敦义主席讲，单局市长是不出的题目。
也是讲迄个咱蔡英文总统是水尾查某，这无第二句话，迄失言，爱是侮辱，爱道歉。但是有个情形，恐惊爱讨论一下哦。比如讲，咱张善政前行政院长，讲迄个蔡英文总统无结婚，无囡仔，唔知影做爸母的辛苦。这看伊当时是啥物情境啦吼，比如讲咱主持人阿敏啊，少年兄还未结婚，还未做爸爸嘛吼。啊，我若是关于我是两个囡仔爸爸，我来讲，啊你即摆无囡仔，你唔知做爸爸的辛苦。所以这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是安尼吗？一句话叫养儿方知父母恩啦。我先来讲，有侮辱你无？有歧视你无？无吧？因为你也知影有人分有几种，啊介绍偌济，啊就煮啊一个偌济。啊，做迄疫苗爱做几剂？但是敢讲无做爸爸都唔知这代志吗？但是你做爸爸，才会知影。你敢知影发烧几度无？几条线发烧爱去注意，爱搁吊大肠的无？吼，啊你疫苗啊，一般来做几剂你知影无？啊一剂偌济你知影无？吼，所以讲养儿方知父母恩嘛，你爱饲囡仔才知影做爸母的辛苦嘛。所以讲你若用这个经验来讨论，那是无问题嘛。吼，好比讲你看平时我凉凉啊。啊，我来讲啊，你毋捌做伙教授，毋知影教授的辛苦，安尼嘛无侮辱你嘛，吼。所以讲，若是讲迄阵咱张善政院长是讲咱蔡英文总统是啊嫁袂出去啊，还是迄个袂生啊，这绝对是侮辱，这爱道歉，这咱国人的公分，吼。但是你若为个经情来讲，看伊当时是用什么心态讲，这是讨论啦。另外，咱拄啊资料画面嘛有讲咧，社龙界讲到。查某人邮票才入去房间嘛吼，事后社量界有解释啦，伊讲咱查某人去别人因兜邮票，到门口口就袂使过入去啊嘛。但是查某人有个闺蜜啊，会使去房间去邮，若是按照伊安尼解释吼，毋知伊当时是毋是意思，应该是无啥不可啦。所以讲爱去等下伊当时的情境来讲，但是毋若是对查某人哦，有当对咱残障同胞吼，咱的残障同胞吼，是有共款的实验无？你会记以前捌一届咱的。总统候选人彭明敏嘛，迄阵国民党讲伊是台独必雕，这是侮辱伊的身体嘛。捌一届咱去年9合1选举时，一个时代力量的女性的立委候选人伫台中嘛，迄阵民进党候选人讲伊是伊泳装照无，你意象无？拍伊个泳池边啊无？甲伊讲那无继续翕落，吼，迄嘛是种变相的侮辱啦。但是咱即摆等来讲吼。不管是安怎吼，咱希望国民党啊、民进党有共一个标准来检验啦。若是讲国民党失言啊，民进党会来骂，啊，民进党失言就点无意思。反倒转来，若是民进党失言，国民党的火力全开，但是对国民党的就无讲话，那嘛是袂用哩。你会记咱一个尊敬的老先生叫辜宽敏无？伊捌讲过清军的，就适合做三军的统帅，这句话嘛是失言啦。但是咱看。这个国民党的是骂到要死，但民进党的朋友点，安尼嘛是个正常的现象啦。咱继续来请陈教授啦吼，就是讲头拄啊，这个曾教授有讲到吼，亲像这张善政，伊讲无结过婚，这个生过囝人，毋捌这个爸母的心情。啊，讲真正爱结过婚，也是讲虽然爱去对伊这个意境啦吼，来去看伊的这个前后文，伊咧讲啥，但是讲真正若是讲啊，真正爱结过婚，才知影啊，这个育婴仔啦吼，还是讲这个饲囝这个痛苦，还是讲心情嘛？我影无同意安尼个讲法吼，我就是讲第一套就是讲查某人咱大家拢知影吼，拢咱古早就是迄父权的时代，所以对女性的道德吼足严格吼，所以咱即马也是讲想着讲，我即马对一个大家讲话我要讲我的对手吼，无论你是对一党的，你即马也是有去影射讲伊是查某的吼，啊讲你的话内底吼，就是讲涉及到迄个讲伊无安怎就袂使安怎吼，伊就是迄个语境的脉络内底吼，已经有一个对女性。伊毋是中性的，吼，你都爱知影讲，你讲话的时阵有一个脉络，啊，渐侪青年归青年父权的思想，啊，你即摆你讲这话有啥物有对迄个女性有啥物影响无？这是就第一爱去想的吼。啊，第二就是讲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我感觉你也无去经过啥物会，你都毋知影啥物会吼。这个迄个一定无成立的啦。吼，你讲我毋是政治人物，所以我毋知影政治。吼，你毋是教授，你都毋知影教授的生活辛苦安怎？啊，毋过因为
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伊的经验，袂使用家己的经验，就讲别人拢唔知影咱的经验。有人讲教授真凉啊，人同此心，无即马讲人同此心，呵，啊，毋过人讲人从此心，啊，迄是啥物发生的？啊，你讲的时阵，我会使了解，对，迄是啥物发生？迄当然拢是咱的经验有共款的所在，有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大家拢有迄有较强的所在，有较弱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这款话伊伫迄足特别的情境内底讲出来，伊有迄伊讲话的目的，伊毋是讲到讲刚来咱大家来吐苦水啊，讲啦，大家来分享。我感觉伊毋是这种的情形啦。所以不管伊是对一党吼，即马一个选举，伊也是甲查某人的生活，甲伊的受歧视的状况吼，无真正有意识。我感觉这是做歹的选举，这是。计卖拢甲迄女性的迄款所受到的伤害，当做是一种成本，去完成你想要的目的。我感觉这是上歹的示范。是啦，头拄啊，这个曾教授嘛讲到这个食凉芥，虽然讲伊尾后这个八回讲吼，这个查某人是这个闺蜜啦，当甲这个客厅内，还是讲房间内吼，用闺蜜这种讲法啦吼，但是一般人会做啥物联想咧？很容易。我感觉这拢足无礼貌。所以我拄啊，我咧想吼。当然，我也同意一寡拄啊，陈教授所讲的吼，迄歧视吼，这啊，我现在会讲，我会甲退倒转来讲吼，这真无礼貌。是，因为迄真无礼貌是绝对成立的。啊，歧视就有当时有人才家己要辩论。界定的这个问题。我意思讲，你这是不应该的代志。啊，但是咧，伫这个过程内底，的确是一个代志吼，绝对袂当翻的。是。就讲你咧讲这个代志的时，开始甲女性摕入来讲，你安那讲拢袂赢啦，你袂当安尼做哩。啊，因为啥安尼呢？因为你贵性这男性三分主义吼，男性三分主义吼，都是咱要拍倒的一个人权目标嘛。所以咱做一个男性的人，就伫这个世界内底，你要变做一个。better person，就是较好的人的是，你上简单的一个价值就是啥？你不管哪拄到女性的议题时，你都要先想者。吼，啊，上基本你莫做出一个足无礼貌的人。是。啊，你若有开始咧想讲你莫遐无礼貌的事，你对有可能引起家己足公愤吼，真气的这个歧视性言论，是，你就会主动吼。你会漂亮。我即摆请教宪雄遐吼，你记你4年前选立委的时阵，丁修中北投区的讲伊的对手民进党吴思瑶，吴思瑶是这是蒙古吼女性，啊叫人叫伊，要个叫人叫伊这吼，安尼是歧视、侮辱还是无礼貌？我咧想是无礼貌，我会用无礼貌。伊讲的是事实，因为40通回啊。对，但是这就是讲你吼。应该伫这个你伫这个情形内底，你绝对要去甲提出讲，伊是一个女性，啊，要对一个女性的特质去处理的时候，你就足危险啊！是啊，你就会拄到这个吼。我至少会讲啊，这足无礼貌。我嘛是感觉无礼貌，就是吴思瑶讲你老是侮辱他啦，侮辱。啊，当然吴思瑶伊有家己的人选举是对手，爱甲对方讲。这咱我都要尊重讲吴思瑶，迄当阵讲你甲我提我的年龄吼。我会讲，我是客观，我客观，我讲这无礼貌。但是吴思瑶因讲这是对伊的歧视，这是对伊的侮辱。是啊，咱我都要尊重这个辩论啦。我是讲吼，伫咱要讲要来批评这个代志的时，我无愿意落进去讲啊，我就要甲你定义什么叫做歧视。但是我定义无礼貌是真简单的啊。是，就是讲我的意思讲，你要做一个 gentleman， 你 lady first。好，你是要用，你要感觉女性你要优先的是，请问你的行为啥？啊，我袂当甲你要求到讲你有歧视精神。吼，这个歧视，迄个歧视吼，迄是迄个做一个迄个男性啊，真受到家己敢尊敬，讲你有这个做一个劫贫济富的啦，或是讲你都讲做一个较好的男性的时候，咱希望咱的政治人物要有这个表率嘛。要有这个讲，你来做家己的一个模范嘛。
西方咧讲的这个 knight 啦吼。对 knight， 那个 knight 就是迄个 gentleman 迄种感觉吼。是。啊，我即马唔敢要求家己要 gentleman 嚟讲，即马是讲啊，因做到讲，莫遐尼无礼貌。不过咱都看到这个郭文德啊，吼，讲这个吴敦义主席啦，伊讲呛这个蔡总统是衰尾查某，伊讲私底下讲的，莫提起来台面顶讲。哦，这句话，这句话嘛是爱互拍一个无啊，这就是讲吼，政治人物。伊咧讲啥？你若准私底下你会讲这个话，你就会无张无弛，伫公开你就讲啊。有啊。啊，所以你即个吼，君子慎独啦。是。就是讲你自家己私下时，所以我才会讲哦，啊，你这款话吼，你等于厝诶讲看卖啦。你若准讲就是讲恁厝诶平安吼，啊，尤其因太太嘛足厉害嘛，吼。因这嘛是真优秀的女性，是啊，你去替恁太太讲看卖，你感觉你伫私下啊，甲恁太太讲咧讨论这个问题是，恁太太若无意见吼，我是足惊讶。是，我认为一定有意见。有影。啊，你若感觉你一厝啊，你讲的有意见的事，你出来唔通讲嘛。你这个唔是袂当，你是私下会当讲的，所以我对郭文德讲这个话吼，我是感觉讲你。所以莫怪你的。伊进前嘛是这个失言吼，这个部分嘛。你支持度一直落来吼，你来去想看讲含你这个嘴吼有关系无？管袂掉啦吼。但是先来要看对象啦吼，比如讲，我是甲谢良介讲，当局市长是当归局啊，大家讲一直袂记啦吼。但是咱若拄了严清标讲伊是当归标，大家就讲啊笑嗨嗨吼。所以讲讲一句话，你来形容男性女性。效果是无共的，所以我感觉上，我上失望的，就是讲，为什么迄个选举的议题吼，拢无重要的议题，政策无去啊，政策咱拢无，啊，怎大家拢咧讲这吼？为什么迄个你知影3年前有迄个有一个机构有做一个迄个民调吼，伊发现讲吼，迄个高学历的女性其实足想要结婚的，吼啊足想要生囡仔的，吼啊无人咧问讲啊，咱会真济比迄个高中的佫较侪人想要结婚，想要生囡仔，啊咱的社会哪会无互遮个高学历的人有迄好的机会去结婚？啊，先怎因会无爱结婚？伊这重要的问题，伊无想要去考虑吼。伊做一个政治人物，伊有责任去创造一个吼，大家拢会使从政，吼，大家拢会使去发展他的志愿的迄个社会。啊，结果伊无咧想这，伊无咧想讲。伊的责任是对，吼，啊，佮倒过来去对人个单身的女性，吼来讲啊，恁来单身，啊，你来无生囡仔，吼，我感觉这足奇怪，伊后壁就是讲伊。无食讲无注意家己的责任，佮甲责任去讲着别人的身躯吼，伊就做政治人物。你看联合国花足侪力气，就是讲爱性别平等，成立那个就是 UN Women 哈，就是讲为着要提升伊的 UN 的所有的政策，拢都爱有主流化，拢都爱考虑迄性别平等。是。啊，当然你也无做到，是你国家的责任，所以你家己爱对你家的责任有知影讲你爱有责任，你就爱加互较积极的方式去互性别平等。伊不但无咧想即件代志，伊个另外的方式来侮辱女性，我感觉这是上见不得的。其实我补充一下吼，讲性别平等这个议题嘛，困扰真久吼。国军做阅历无，有迄个泳装女士官，大家讲在赞，啊，用批评我在消费女性、消费女体，物化，但是物化女性，但是咱新北市的消防局就会猛然阅历，我大家讲在赞，爱来去义卖。所以讲，这性别平等这议题吼，这是来真歹讲有一个标准啦。吼，咱对待女性跟男性嘛无。这有历史的这个背景。庄教授，这就是历史原因。所以我讲，你若准去看咱几个历史吼，几千年的历史吼，女性你感觉都无100年前连选举都去用摕掉，连读册都袂当。迄像迄犹太人咧。迄个电影杨导迄个电影咧讲的，迄有当看到足惊呢，是安那呢？你会感觉讲啊，这离开咱无偌久以前的代志。是。啊，所以等于变做讲，我相信矫枉必须过正，吼。我是一直拢相信讲，这历史若要会当变。因为过去就是女性方受到受过大的打击，啊，所以今嘛有当下男性小可去互处理一下吼，咱知影讲咱。这就是讲，这是绅士风度的问题嘛，吼啊！当然我原来会感觉讲，拄啊庄教授你讲的这吼，咱猛男就无要紧吼，
这当然是，不是不要跟大拢赞哦，要继续去义卖。是啦是啦，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即讲这社会文化要改变的过程内底吼，咱要哪平衡？我当然也是认为这是伫这男性吼强调这个肌肉，这互我感觉我那真无快活。是啦吼，所以男性其他的这个部分除了 muscle 以外，这个头壳顶的物件啦头壳较重要，较是安尼。有啦，不过有的人讲我说，若准强调头壳较重要，讲我那是歧视，讲袂当安尼讲。所以当然这拢爱足小心，爱尊重啦。我讲这世界内底，咱要变做较好的过程内底吼。可能是也有这个过程，啊，咱今日节目真重要，就是讲咱咧讨论这个代志吼，咱要哪做，拢是不管是女性男性，咱是一个 better society 吼，就讲更较好的社会，咱到底是要哪达成吼？啊，咱当然这老实讲无一个，咱咧讲的叫做 benchmark 吼，就讲啊人日本人安怎做，啊咱认为讲咱安怎做，可能咱就会变得较好，嘛无一定呢。就是讲，这含这社会文化甲历史的背景，拢有这，就是咱家己吼。我就真爱讲即句话，就是讲咱其实是根本的黑人半夜抓乌鸦吼，意思讲乌看安尼。咱毋知影即个文化吼，咱应该安怎行较好。但是上重要是讲，咱心爱有即个心啦。是啦吼。啊，甲伊共同吼，咱共同啊去尊重去分析，啊到尾咱会发展出一个较好的想法安尼啦。你中国大陆吼，像讲咱今仔咧讲这个代志，若准今仔有中国大陆的迄落观众咧听，伊会感觉咱三个足无聊，因为他们这足普通啊，这都是啊，浪费时间。不一定啦，对吼，要有进步的中国的。中国的代志，我的理解是，因感觉这吼无啥，吼。因为我长期咧做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伫即个代志内底，咱要安怎甲中国迄边讲吼，其实是有困难的，吼。啊，当然你有一寡案例，你会讲人中国嘛是有真侪真绅士的吼男性，这是有，但我咧讲的是规个社会，啊，这就是你即个政权，啊是讲咧政权咧处理的过程内底吼，咱要哪甲咧即个社会变做一个较有通吼，较有礼貌，较好的社会是吼，这是无标准通处理的，但是政治啊选举的时。的确是一个真好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这个若要做政治人物，你也先有作为一个人吼，应该有这个对人权，还是讲对女性，还是讲对男性啦，性别平等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来先看讲这个言语霸凌吼，甲歧视这个言论所造成可能这个伤害吼。言语上这个霸凌呢，可能是这个施暴者对受害者。伫遐讲骂啦吼、踢笑啦，是恶意这个重伤啦吼，啊，可能影响就是讲透过这个语言来刺伤啦，是讲来踢笑别人吼，造成人心理上这个无爽快啦吼。虽然这个目睭看无，但是这个空嘴啦吼，心理上这伤害有当时啊比这个肉体伤害佫较严重啦吼。言语霸凌嘛有可能小连续引发到这个肢体这个霸凌啦吼，啊，可能的这个伤害呢嘛，可能就是讲。这个选举语言啦吼，就真正好好啊遵循这个。咱头先嘛讲着，作为人吼，这个基本上爱有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要带大家看讲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这边呢，就是讲吼，过去这个批评这个执政党啦吼，尤其咱看到过去这个3党来啦，民进党可能有这个完全执政，但是无完全负责这部分啦吼。所以这个批评这力头呢嘛，比过去佫较加强吼。大声因讲这个国民党，那这个国会那过半吼，伫因的眼内。专门咧，这个监察着司法咯，这个监察委员，这个陈时明啦吼，都要甲伊拖落来。另外咧嘛，针对执政党提出宣传的这个成绩单哦，一条一条来检讨咯，讲这个台商翻头转来这个台湾的这个发展，讲甲经济成长率咯，拢是这个表面的成绩尔。咱先做来看。总统蔡英文表示，2020年拍政策牌对手韩国瑜阵营再去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质疑，为台商回流、经济成长等数据，一个批判蔡政府摕出来成绩单，只是表面的数据。是要让所有的民众对于经济成长都应该获得我们所谓经济成长的果实，会说明经济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所谓的经济的遮羞布哈，你把这个经济的数字打开来看的话，其实里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韩国瑜个人顾问团提出解决台湾五欠问题，打造民众经济希望工程，希望为经济开始，让选民有感觉会当优待选情。伫提出政策进程，国民党先批评民进党的网军争议，要找出幕后操盘的人，佮发出让国民党伫国会过半，甲监察委员陈诗梦落架。这种干预司法、破坏司法，就一个监察委员的身份来讲，已经是毁宪乱政。当民进党的立委少数的时候，我们国民党立委在国会大多数，我们就可以发动对于陈诗梦的各种谴责、各种批判，甚至于我们可以主动逼迫监察院对陈诗梦来提起弹劾案。国民党的攻势一波接一波，韩国瑜抱红鞋引发争议的事件。韩国瑜办公室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对部分的媒体提告，黑韩产业链，他们不断的透过网络，然后媒体，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串联来做攻击，而且都是一些不实的手法。选战愈来愈晚，为了重返执政，国民党专员董凯提出政策反击对手，嘛要按铃提告，就是要捍卫因的选情。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头拄新闻片段内底，咱看到在野党批评执政党，这个过去3党来，这成绩单拢是表面尔。不过咱先介绍另外一位咱的这个来宾哦，继续要来讨论到拄要讲到这个对女性这个歧视也好啦，是讲这个对女性这个言论啦吼宣泄也好啦吼，咱先邀请到万芳病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建志。是，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头拄有讲到真大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失言啦吼，国民党亲像过去哈对这个。蔡总统吼，这个吴敦义主席啊，伊讲吼，这个是衰尾查某啦吼，这个言论有的这个绿党的这个头名这个不分区立委参选人啊吼，邓惠文伊就讲到，可能是这个选举这个焦虑嘛好啦吼，还是讲对着这个女性无尊重也好，啊精神科医师你是安怎看这件代志的？是，我甲邓惠文医师吼，同款拢精神科医师，伊嘛是我万芳的同事啦吼。其实我感觉这毋是失言，嘛毋是讲因为伊是紧张，其实遮吼像这种观念啦，大男人、大查甫的观念啦，我感觉是伫咱的台湾的社会吼无处不在。是，所以这种歧视吼、歧视，其实吼伫阮。门诊内面吼，因为这种言论吼受伤的人吼，差不多逐遍门诊拢看会到。拢有啦。嘿，这吼你莫想讲吼，你无注意的一句话，嘿，你讲出来，其实这话吼就拿一支剑写出去，会去伤到人的咧。嘿，这种言论吼，咱讲是啥？大男人主义啦。吼，西方叫做沙文主义，沙文主义。对，啊沙文主义吼。通常是甲啥物结做伙，甲种族，吼，国家主义，吼，甲这吼军事主义吼结合做伙。沙文主义上早的起源就是法国，拿破仑伊下骹吼有一个士兵吼，伊说到沙文，啊有一个因有编一个话剧吼。一个剧咧形容这个人安那，迄个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真大男人主义吼，啊就是讲吼，哦，迄当阵，法国就是上强的啦，要征服吼，拿破仑要征服所有的国家吼，啊因内面吼，这士兵吼，查甫士兵安那牺牲安那，真伟大啦。其实你想看觅，其实这就是甲咱台湾吼，长久以来党国主义，其实就是同一个背景嘛。所以因会讲这个话吼，我袂意外。为什么？因为因自细汉受的教育都是安尼，所以咱台湾的社会吼，会使讲这种对性别吼，还是讲种族吼，咱讲吼对这个外来移工吼，歧视吼，迄无所不在啦，无所不在啦。中国教育是不是需要这转型正义咧？转型正义本来就是爱包括这，是像讲咱较早为什么咱吼？我会记得我细汉时，大家拢讲哦，三包。啊，大汉的时阵都讲，恁两人讲三包，吼，你爱讲原住民啊？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咱讲语言吼，语言有一个贴标签的功能，就是讲吼，这吼其实吼歧视吼，伊有分几个阶段。第一就是我给你打一个标签，好比讲哦，蔡英文啊，因为你这是你无法度改嘛，你一定是查某嘛，吼。我就先讲哦，打一个标签你是查某，另外这个标签互你一个负面的想法，吼，查某之外，佫加一个
衰话查某，嘿，啊，你是衰话查某吼，啊，所以你就教阮无共款，我就甲你切开啊，嘿，你若你其实吼听伊安尼讲了吼，你无去想看嘛，恁母啊嘛是查某呢，啊，难道恁母啊生你嘛是衰话吗？其实这种知识性的话吼，你若讲用认真吼、理性吼，去来好好来想吼，真侪拢是经袂去考验的啦。啥物抱一个囡仔，囡仔咧哭都会衰，后这种代志。所以咱头拄嘛有讲到啦吼，这个转型正义是真正必要的。不过咱嘛佫讲到转来吼，就是讲这个蔡政府伫这3冬来本地要讲的这个转型正义，到底这个成绩单安怎拍啦吼？咱继续要来先看。这个蔡英文这个成绩单，甲伊欠点是啥吼？成绩就是讲吼，成立国家人权博物馆，啊嘛通过着促进这个转型正义的条例，嘛有这个正义委员会，啊嘛完成这个政治档案初步的清查甲开放啦吼，完成维权象征这个初步的清查，嘛完成不义遗址哦，这个初步的清查通过政治档案条例哦，但是欠点是啥咧？这个促转条例哦，针对着维权时期的时间甲空间定义无完善啦吼，促转会这个政府主委咧已经欠这个亏啦吼，已经超过1年啊，啊包含着这陈文成的这个命案，佮有这个林体血案哦，等等的这个重大这个政治档案也袂当解密的吼。啊，另外咧，本地今年6月要公布的这个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也未公布。啊，另外咧，促转会这个任务时期是毋是要延长啦吼？也是讲枪械的这个机构态度无够明确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陈教授，对蔡英文政府本地讲甲真好啦吼，这个转型正义是必要爱做的，但是即阵无做，未来咧，咱讲完全即阵完全这个负责啦吼。国会还是讲总统这个要搁交互伊吗？我感觉做遗憾的是讲吼，伊拄啊就任的时阵，伊的民调的迄声望搁足悬吼，迄阵是上好做的代志。啊，不过咱台湾的确有一个做歹的迄款情形吼，就是讲咱的转型正义其实是对李登辉，就是国民党那个执政的时阵开始做的。是。所以就是讲差不多有8、9年的时间，就是咧转型的时间是国民党搁咧执政，好，所以执政了后要搁开始转型，啊，毋过你即马甲拄啊咱看的这个每一项来看吼，你感觉其实无出迄个李登辉以前开始的迄个一个方向，就是讲你也甲全世界做转型正义的国家去比较，吼，比如说你跟阿根廷，人80年代咱开始就咧起诉啊。好，能够有真相委员会甲迄个起诉同时间搁咧进行。啊，人联合国已经有足侪迄个资料已经显示讲，你若迄足重的罪吼，一定都爱审判。好，啊，你若较轻的，迄真相是上重要的代志，都爱真相会使互伊解开，像南非的迄款情形。啊，真相是足需要全台湾的人，吼，拢爱起来讨论讲过去发生是啥物代志。好，这是为什么？因为那面对未来，什么款的执政是好的，什么款的物件是不应该的，这爱真清楚才会使。是。好，啊，即摆咱根本都无真正开始互迄个过去的对的甲唔对的，会使分真清楚。什么叫做人权的侵害？什么叫做什么政策啊？互人权受到伤害？什么会都要爱制度性的改变，爱改革。这拢无对过去吼，迄个人权的犯罪得到迄人权的保障，所以有人讲迄个 human right 应该从 human wrong 吼，就是开始，所以咱就是无真正安尼公开，大家来讨论讲，啥物代志咱袂使做，啥物代志咱都爱继续，好，所以我感觉到目前为止吼，咱才开始一点点啊，想要讲。会使对过去甲伊互较清楚，啊，毋过咱无真正互台湾社会的人拢参加即个足重要的迄个啥物叫做人权，啥物叫做伤害，咱无迄个互受难者吼，你个联合国工作地方就是讲受难者中心，就是爱互受难者会使站出来，互大家社会拢爱承认，这就是伊毋是家己做毋对的代志，这是迄个咱的制度互伊受害，这是爱大家爱做清楚的才会使。所以我感觉到即马我感觉做遗憾的，就是讲执政完全执政到即马吼，啊袂真正就是讲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啊袂真正踏出一个最关键性的一步啦。这个关键的一步吼，啊咱
看到这个蔡英文政府环境政策这个成绩单吼，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就做一寡这个肯定的部分嘛，这个失分也袂这个兑现的这个部分吼，零营这个能源这个部分吼，就是讲2005年这个非合家园吼，这个减碳已经是这个减煤啊吼，是真重大这个突破啦吼，啊，另外这个伫这个天然林的这个部分吼，嘛是得到这个公民基金会嘛拍肯定吼，但是这个空污的这个部分吼，伊感觉是这个是冤枉啊，互拍呢。啊，另外的这个违章工厂这个部分嘛是失分，矿业发展吼承诺无兑现啊。咱继续来请教咱的宪宏兄吼，咱看讲这个头拄咱讲到这个转型正义，啊，佮讲到这个环境的政策，侪人吼嘛是有这个无肯定伊这个部分。这个吼做法吼，爱向这个世界吼，我感觉是做了上届成功，应该是犹太人处理纳粹的问题。但是咱都要看到一个重点，迄个重点就是讲，台湾我看遮尔济吼，真艰苦的代志吼，拢是有受害者，拢无加害者。啊，加害者的历史到底伫倒位吼？我是当然知影讲，台湾因为有真遮尔长的。全世界真罕你看到戒严时期遐尼长吼，啊，这个档案本身吼，因为我做过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嘛吼，伫阮伫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一直想要挖这个资料，拢挖袂着，所以当然迄是有一个过程，吼，无讲咱执政啦吼，啊，就随会当甲资料提出来，因为资料提出来过程内底吼，还佫有真侪法律吼。我有当是会颠打啦，啊会拄啊相拍，啊迄边怎处理？因为你要要求正义的是，你的正义的程序嘛都要照顾，毋是讲你目的有要执行正义，但是你会当毋免用正义的程序。所以本地追求正义的过程内底吼，本地就是有遐你都要去承受。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我较重视的吼，就讲。敢有法度，咱伫即个每一个时代，咱所讲的这个案件内底，加害人是啥？即个责任爱看好清楚。即个历史也，我认为讲，也阁会负吼。伊即马会当家己好好来讲。啊，所以即个加害人的历史哦，我感觉行到今仔日吼，我也无认为讲，比如讲以前就是咱就足笼统讲，就是国民党嘛。啊，所以国民党到今为止嘛，还咧歹啊。啊！但是即摆国民党需要去排过去遐个无？我是认为讲，因若肯徛出来讲，啊，阮原来对迄个国民党过去即个历史，阮无同意。啊，大家都有合作空间啊嘛。你讲国民党家己徛出来，国民党有足侪档案啦，足侪档案咧，他提出来，提出来家己来检讨啊。吼啊，所以我伫遮也无拍算讲，我当然心内有真侪讲，啥物人加害者，我有迄个名。但是咱即样要处理即个代志，要处理好吼。咱无需要先讲，因为讲落去啊，真侪人有起毛字嘛，起毛字足歹啊！伊就是因为遮个人，加害咱即个社会，以后伊才摕到权利的，啊，遮个人当然是袂准你去讲遐个话论嘛。但是迄个道理若准会先通，我感觉即个才有法度处理。啊，蔡英文因咧处理即个代志的时候，我感觉安尼有遮尔侪迄落好的名。讲要做啥，啊，到当为止啥做袂好的原因，就是讲，迄个方向、历史的证据，吼，嘛都要提出来，可恕不可忘。是，你讲你会用宽恕咧，你都要先甲这个态度讲好。你若总讲做这个代志到尾也是想要报仇，吼，啊，当然，迄就是犹太人搞的电影嘛。因所有的审判，从纽伦堡的审判，一直要到当为止啊，咧掠人啊，啊，拢掠你要审判，吼，这因。我感觉因的证据充分掌握啦。是。啊，咱伫这若阵掌握无遐济时吼，咱都爱去思考讲，咱要安怎对这历史咧交代过程内底吼，也是爱有2300万人做伙来做决定安尼的想法。吼，啊无你就会变做这个社会去拆分棍，啊，互人真容易吼，甲你见缝插针啦。啊，当然你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是共款。环境问题，是更较科学的问题。是，咱只要看到真济吼，过去伫环境内底无正义，所以内底违章工厂失分，迄毋是干那这代志，你知？咱若总去检讨过去吼，差不多免久啦吼，差不多1949年到呾啦。
有偌济地方原来伊土地污染、水污染、甲空气污染，创啊密密麻麻吼，啊到呾为止，才个污染工厂啊，因就甲伊变做都市计划。是。啊，迄土骹内底地下水可能拢有问题呢。啊，迄咱无去处理。是。啊，就互伊变过手以后吼。啊，我即马有当时嘛足歹讲，因为我过去做环保记者时，真侪位我拢去过啊。有当时我去看讲，哇，我即马拢去大楼，去甲你家己我买甲欢喜甲吼，拢无去想到内底下是啥物 case。所以我最近中华遐吼，我是有表示过啦。是。吼，但是毋知影讲新的馆长，因为这变国民党馆长，因会安处理。就是民进党馆长的时代吼，我有咧讲吼，做要互迄个中华化纤吼，就是台塑，迄个地方吼，要甲变做迄个都市计划啦。啊，我先问一句话啊，讲迄涂骹下骹的污染处理了完未？是。迄当阵的规个迄个吼，咱的河流拢污染，啊，迄有处理完无？啊，那遐拢无处理完，那会当做都市变更？是。这就无正义嘛，这就是土地的不正义吼。啊，高雄搁较是啊，高雄连迄个后硬溪，迄是已经是几十年拢污染呢。是。啊，民众伫咧执政遐久，伊嘛无处理呢。所以这家己共同的责任吼，爱面对，迄袂当无面对的。所以咱讲到吼，这个头拄啊，咱讲到这个政治人物吼，一个失言啊，是讲话伫选举期间头拄啊，啊，搁还搁注意咧，然后另外就是讲吼，这个两党啊，拢有这个失分减分这个部分，伫选举上尾啊，拢爱好好来遵循一下。今日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这部分场，感谢。